上好台湾囡仔的豆腐Part 2。阮是可爱的卢洪总，欢迎收看铁赛不是欢迎收看送予台湾囡仔的故事。拄则无小心抢唔到开场，迄个开场是伫咧2000年前后，台湾一个电视节目单元《铁赛玉玲珑》节目中的2位主持人用台语讲甲唱，阁有搭嘴鼓的方式娱乐大众。大家敢知影？《铁赛玉玲珑》这个节目其实是参考早期一个红遍台湾的念歌电视节目《紧群玉玲珑》。伫咧早期是非常受欢迎的念歌节目，是陈宝贵甲陈美珠这2位女性组成的念歌团体。这2位国宝级的念歌艺人，一路为街仔头唱到电视台。讲到这，大家应该有摇到阮今仔日要讲的故事哦。无毋对，今仔日就是要来甲大家分享台湾念歌的发展。头前2集的节目中，阮有介绍过台语流行歌以及融合在地文化的台湾盛事。这2种音乐拢是伫咧台湾经历100年发展了后，渐渐展现出台语音乐的多元甲现代的特色。但是念歌是啥物呢？虽然拢是以台语创作，嘛甲头前同款，拢有音乐性，但是念歌搁较接近讲故事，是用讲甲唱的方式来表现。某种程度来讲，念歌有一点仔类似现代的 rap， 展现出台语语言伫咧音乐表达上的另一种模样。这珍贵的音乐艺术一代传一代，而且随着时代变化继续创新，咱现代人才有机会听到遮济多元的台语音乐。也毋过，念歌这种过去受欢迎的大众娱乐，煞渐渐互人袂记。今仔日就透过咱的节目，希望互更较侪人了解念歌的精彩。念歌嘛会使叫做念歌啊。念歌的内容大部分是传统故事，比如聊天灯，嘛有一寡内容是甲当时农村生活，或者是风俗有关的，嘛有在地的民间事件做题材。改编的故事，加上会运用押韵的方式来表现，配合简单的乐器，亲像是乐琴，甲故事内容讲甲真趣味。表演念歌的艺人称作歌星。念歌通常是一个人，或者是2个人。这个歌星会伫庙口，或者是闹热的市场内底表演。类似即马伫咧街头表演的艺人，而且歌星需要讲故事，有时阵就搁爱亲像演戏同款，扮演故事内底的角色。这款的表演方式嘛，类似现代漫才，或者是脱口秀。毋但安尼哦，歌星就搁爱拿大奏乐器，拿唱歌，是毋是就亲像即马讲的全方位艺人？就是因为表演实在丰富趣味，有时阵阁会讲一寡笑话，自然就吸引了大众的眼光甲注意。
所以伫台湾早期是乡土娱乐的主流消遣，非常受到欢迎。咱讲即个咧念歌的即个艺人，咱家叫做歌仙啦吼。以早迄种，譬如讲是青眉人啦，还是身躯有各样的人，所以就会有一寡人呢，甲即种譬如讲青眉人，伊就甲送去学念歌，因为迄足简单的，就是去画琴啊，是一支大弓弦，我甲迄个基卡学起来，而且伊青眉人，伊就是因为伊靠这讨谈，所以伊规日拢是咧目即个物件。你也想我一个人，规世人全部时间拢浸伫遐物件内底，一定是足厉害。而且因学到的物件，伊细汉学到的物件，拄开始学的物件是家学规波的故事。大家应该开始好奇念歌在台湾的发展又是安怎？又搁要讲到在300多年前，郑成功甲荷兰人赶出台湾了后，开始有一寡中国南部的人对着移民到台湾，同时阵将一种讲甲唱的表演文化传入来。一开始是民间拜拜时阵，或者是婚丧喜庆的时阵表演。表演的内容大部分是一寡民间的故事，甲一寡地方上流通的资讯，所以无固定的乐谱甲旋律。在当时报纸这种大众媒体还未普及的时代，念歌算是一种人讲的报纸，甲一寡在地消息四过流传的重要媒介。所以念歌星的想到啥，就讲啥的能力非常厉害。像我传统的故事内底，嘛有足好听的故事，有一寡较有名的故事。迄足济有的是啥物？像譬如讲社会发生命案，歌星因会家编做歌，因为以早无报纸嘛，哪有报纸这种物件？伫咧2、3把当像一路报纸这个物件，所以因会用这种方式去流传这个社会发生的代志，就会有一寡经典的作品走出。遐个物件呢，就是一种一直到日本时期，念歌发展成专业化的表演，开始有职业的念歌星会伫市场、地馆这个所在表演，嘛渐渐有歌册会出现。伫差不多日本时代时，这种物件销路做正市的，因为一般的人，你除了会当听歌星念歌，你个当学捌字嘛。迄种歌册内底就是拢歌词嘛吼，伊是拢写用得的，就像咱古早迄种教会公布迄种言语有啊，伊就用这摆，摆了伊就安尼印做几本，规个故事文体就是像安尼，拢是7字啊。早期的歌星拢是想到啥就讲啥，想到啥就唱啥，发展到后面才开始有人甲这传唱的内容记录落来。念歌通常是一拍4句，一句7字，依照台语的声调来创作，嘛发展出无同风格的曲调。拄则讲到曲调对吧吼？伊上基本的差不多拢是江湖调，这个江湖调就是讲在走江湖咧唱的，所以叫做江湖调。念这个歌上重点就是我要念互你听有嘛，毋过就是会有迄个音乐嘛。我去乐琴是咧控制迄种 tempo， 就是伊的节奏，迄个江湖调伊的调呢会对我的歌词走，这足特别的。所以伊是做 freestyle， 就是足自由的就对啊。因为歌仔有故事甲音乐的两种特性，所以就有人甲这个内容结合搁较侪种的乐器，找来无同款的人来表演，配合特别的衫，就变成一种戏，就是大家知影的歌仔戏。所以看名词就会了解，就是有歌仔才有戏，这也是台语有深度的原因。因为台语的名词通常会包括意义伫咧内底，这就是台语语言背后代表的一种文化。第2届世界大战了后，随着放送剧的普及，
足侪伫咧地方上有名的念歌生，就互人邀请去电台做表演。主要是因为伫咧50、60年代，台湾的街仔头时常会看到歌仔生拿广告、拿卖药啊。但是因为在70年代，国民政府禁止伫咧街仔头卖药啊，药厂就想到会当甲广播电台来合作。以前也无电视，也无啥物件，无迄种大众媒体嘛。因会找迄种迄个卖药的人，伊喙水足好。啊，我有钱，啊，我就去药厂，啊是讲甲药厂合作，啊你我卖啊，我有你抽，啊是我就甲你买转来，啊我来去卖，赚的拢我的。啊，因要卖的时阵，因大部分拢会走去庙口。啊，农村社会你只是啊，你逐个拢咧做事嘛，所以就只到暗时啊，逐个休困的时阵，你较有可能去接触到遮个民众嘛。啊，伊拄开始就请歌声念歌，啊念其实就是咧靠人客。伊会用迄个风扇嘛，用风扇头风扇，啊，就足侪人就走来，看着足侪人起来，顺迄头家开始卖药啊。国际政策实施了，因无法度伫公共场所讲台语，所以有受到影响。迄阵啊，到尾有广播电台出来，因会去广播电台卖药啊。所以咱即马伫广播电台听着卖药啊，伊的历史就是安尼来。也就是因为念歌生以前伫街头表演，锻炼出的表演实力，除了会唱歌，阁会讲趣味的故事，互收听电台的人愈来愈多。像是尤秀卿这位国宝级的念歌艺人，会当一个人扮演足侪角色，而且伊会当甲所有念歌的剧本记伫头壳底。啊，迄阵啊，念歌声的咧，像讲，譬如讲杨秀卿迄种啊，迄目睭青面，啊是我拄则讲迄个找历史奇案歌，迄个陆柳生，伊嘛拢青面啊。啊，因咧说，因咧是伫台湾啊，迄个世界走唱嘛，吼，啊，阁有一种方式是，到尾啊，因用请去卖药啊。出世于日本时期的杨秀卿女士，因为4岁的时阵发烧，就安尼看无啊，互爸母送去卖唱的家庭做养女。10岁开始学念歌，13岁开始为着生活四界走唱。但是因为看无，所以甲所有的歌册拢背起来。毋那安尼，杨秀卿女士甲传统比较诗意的念歌改成口碑歌啊，嘛因为安尼受到大众的欢迎。在70年代，基本上所有的电台拢会使听到伊的声音。真可惜的是，国民政府为着推行国语运动，禁止讲台语，念歌这款的文化嘛受到影响，得要失传。也就是为虾米即马足侪少年朋友无听过念歌。值得欢喜的是，最近规个社会气氛重新重视母语，嘛开始重视本土文化。像是张地邦老师，除了积极推动台语的语言，嘛是有创作能力的念歌生。周老师的创作足侪拢是以台湾历史做主题，甲故事浓缩伫咧短短7个字、4句话内底。若是在听周老师念歌的时阵，真有画面。比如周老师的作品《台湾地名小达歌》，就入围今年团艺金曲奖。台湾地名小达歌吼，咱头拄讲伊是4句嘛，4句一拍嘛。啊，我头前2句咧讲地名，啊后边2句咧，我就设计一对翁仔某2个人伫遐相搭。我头前有解说吼，就是拄则讲迄个歌仔一拍总4句，2句地名新交句，就是有新的地名嘛，有旧的地名。我要甲台湾的地名，是伫即个歌册内底介绍互人知影，因为我咧读册时，我毋捌你读过迄种物件，历史嘛捌读过对无？啊，所以我会想要甲即个物件放伫即内底。吼，啊来后边2句咧拼图。
这饼做啥？就是红帽烧搭薄脆猪，后壁这是要制作迄种笑亏趣味的效果安尼。啊，即摆因某就讲啊吼，台湾地名先起客吼，人甲出名伫关店。阮翁人叫分大仙，要食毋趁结了连吼，伊拄开始甲因翁屁想啊吼。啊，讲我分单是结无谱，去年有红请去打图吼，嘿，啊，即嘛因某就甲伊应有啦，转来听你话艰苦，规当拄去做一步啦。其实嘛，因为愈来愈多少年人因为认捌念歌，嘛真做现代的念歌表演者，像是桂费去老师。台湾的念歌，毋那是伫咧创作甲表现顶面愈来愈现代化，嘛有少年乐团运用歌仔，真做音乐创作的元素，发展出新的音乐。咱创作这物件，咱就是目的是要这项艺术保存落来、流传落来，啊，搁传承落去，啊，搁来就是你爱撒出去，互人知影，互一般大众知影这物件。因为就是像咱拄则讲的，咱这个文化已经断层去啊，所以咱会做想要甲伊，一定爱甲伊保存落来吼，爱甲这文化保存落来。看了这集的故事，是毋是更加感受到台语在念歌的创作内底非常的重要？随着台语的推广活动愈来愈多，嘛，互愈来愈多民众感受到台语的深度、甲伊的水。亲像今年7月份，台湾教会广播社甲打教台语文促进协会伫咧广播社举行签约典礼，双方合作。甲1969年以前用白话字发行的台湾教会公报，抗日日讲台语台语字典资料库，互历史档案成做现代数位学习台语的资源。感谢大家甲阮做伙来看这个台湾音乐的历史故事，是毋是有发现无同款的音乐，拢有伊家己的水？希望大家会介意这3集的音乐故事。后一集，我要甲大家分享的是台湾头一个西方医疗，就是马雅各医生甲新老病院的故事。到今年已经160年啊！伫咧这个特别的纪念周年，当然爱提出来甲大家分享哦。若是介意咱的节目，会记得1个赞，分享给朋友，订阅频道，还阁有开铃铛哦，才袂漏到精彩的历史故事哦。咱后一摆再会，拜拜。台语学一摆，日日都精彩。大家晚安。听了今仔日这集的故事，是毋是较了解念歌是啥物啊？念歌伫古早的时阵是大众娱乐的主流，到今已经变成做真珍贵的台湾传统艺术。因为念歌的词是用诗词的方式来写，字句虽然短短，却会当将意义浓缩伫内底。展现出台语的深度甲伊的水。今仔日，咱就来学看卖故事内底有讲到的甲念歌有关的字句。第一个念歌，念歌是今仔日的主题。这是一种台湾特有的讲甲唱的表演艺术，结合讲故事、吟唱甲戏剧的元素。第二个歌册，念歌一开始拢是歌声，这个表演者开嘴念唱，无固定的谱。到后来才开始有人将各种念歌作品收集起来，成做一本
专门念歌的册。第3个传唱，亲像拄则讲的，一开始念歌无一本完整的歌册，拢是靠传唱的方式，将念歌作品传唱落去。第4个乐琴，摇人念做乐琴。故事的内面有讲到，念歌的艺人会配合乐琴来表演。乐琴的声音真特别，甲台语声调的变化互相配合，变做一种特别的音乐艺术。第5个乐谱，故事的内面有讲到，念歌其实主要是咧靠传唱的方式来传承，透过先生口头的教学，学生军队学习，一代传过一代，所以通常无固定的乐谱。第6个讲古，念歌是结合讲甲唱的表演，所以念歌先除了吟唱，嘛会加入讲古的表演。讲古的内容主要是民间故事、历史传说，还是社会事件等等的故事。第7个消遣，念歌这个娱乐，在台湾早期的农业社会是非常受欢迎的，主要是因为当时也未有真侪的娱乐媒体出现，所以听歌声讲古，还是听歌声念歌，就变做一般百姓的主要消遣。第8个声调，大家应该知影，台语有7声8调，甲华语只有4个声调无同款，所以念歌这种用台语语言做主的音乐创作，就会照着台语歌词的声调来调整伴奏的变化。第9个旋律，亲像拄则讲的，因为念歌会对着台语声调来改变伴奏，所以念歌无固定的旋律。亲像流行歌是先创作歌曲，才来填词，旋律是固定的。但是念歌是用歌词做主的音乐表现。第10个习团，真侪像念歌这种的传统艺术，是一个本来有人会晓、有人学的物件，后来无人继续传，渐渐就无人知、无人会晓啊。所以咱特别做这个单元，互大家了解什么是念歌，安尼念歌这个宝贵的台湾文化，才袂互伊失传。练习时间。第1个念歌，念歌，念歌。第2个歌册，歌册，歌册。第3个传唱，传唱，传唱。第4个乐琴，乐琴，乐琴。第5个乐谱，乐谱，乐谱。第6个讲古的，讲古的，讲古的。第7个消遣，
消遣，消遣。第八个声调，声调，声调。第九个旋律，旋律，旋律。第十个失团，失团，失团。好咯，今仔日的台语学一摆就到这，大家爱会记得练习无？大家也会当去找一寡念歌的作品来欣赏看卖，你会发现念歌是台语结合音乐一种非常特别的表现方式。无论对一种艺术方式，要表现出台语的水，拢无亲像念歌表现了遮尼自然，遮尼有深度。会当讲，念歌是显现出台语吸引人的一种艺术。感谢大家收看月娘阿嬷的台语教室，咱后一摆阁再见哦，拜拜。风吹你拍手，目睭弯起嘴，却会阮却会知，伫土地恁有深深的意。台湾人的心，大国为你咱有我无累积，骨力打拼，相信家己才会出头天。心亲像我采将至，落地土里，不惊任何困难代志。有缘天，希望渺小，总会风化机，有一天会开花结实。咱的土地，咱的意志。汉子不惊落土烂，不惊，只求只好来台团。伫遮，咱的土地，咱伫遮长大。台湾，咱用心打拼。1940年，台南的中央中学脚球队以亚乐队胜利，得到全岛的冠军，代表台湾前往日本大阪参加第22回全国中等学校脚球大赛。竞赛场地就伫嘉义园南运动场，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一队以台湾人为主的脚球队伫嘉义园比赛。1968年，对台东的红叶消防队2支精彩红不乱1-0的比数，打败了日本冠军的队啊！心亲像我